经常拉腿筋胜过吃苦药。腿部呢有肝经、脾经、肾经胃经，包括胆经。拉上一段时间，你会发现呢，腰不酸了，腿不痛了，上下楼咱还有劲儿了。所以非常简单一个小锻炼，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。不同年龄段的人怎么来锻炼？今天演示一下。小朋友，如果你是给他练塑形、助身体、长高这种呢，1档就够了，看到没有？就调到第一个卡扣这个地方，往这里一站，2个手一定要背到腰这个位置，尽可能挺拔，这样可以让他脊柱和腿部全部都拉伸开。如果是成年人的话，经常腰椎、颈椎不舒服，想多锻炼一下呢，我建议调到2档就行了，就是在第2个卡扣这个位置，站立的时候，手部呢放到颈部这个位置。第3档卡扣的应用，这个一般是拉腿筋，效果是特别好的。喜欢拉筋的朋友，你尝试做第3档，双手抬起来，目视前方，10秒钟左右，你会感觉小腿部分被抻拉开的一种感觉。连尖叫王拉筋吧，从1档到5档是什么感受？第1档感觉不明显，现在切换到第2档，有轻微的拉伸感。切换到第3档的多度，有点站不稳，大小腿拉伸感明显。我日常都是用这档拉伸比较多。挑战第4档，大小腿拉扯感强烈。第5档来了，根本站不稳的扶墙，大小腿撕裂感强烈。